伊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，顶礼佛足，悠绕三匝，中规插手，立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及为未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暂处，分何思维，分何主持？众生迷悟，作何方便？普能开悟。世尊，若彼众生无正方便，乃正思维。闻佛如来说处三昧，心生迷问，即以缘觉不能悟入。愿以慈悲为我顶辈及未世众生假说方便，作是意义我体道地，如是三请将离复使。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：现在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未世众生，闻以如来修行暂处，思维主持，乃至假说种种方便。念今谛听，当为念说。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目连离听。善男子，彼心学菩萨及未世众生，欲求如来净愿觉心，应当正念，远离诸烦。先依如来舍无他行，坚持禁戒，安处道众。应做净色，行作实念。我今初心四大和合，所谓毛发毛绕起，皮肉筋骨，髓脑固色，皆归于地。体体浓血，丁野淡木，淡类精气。大小便利，皆归于水；暖气归火，动转东风。四大各离，今者妄心，当在何处？即知此心，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十当幻化，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元气，以中正住，事有元相，假名为心。善男子，此虚妄心，若无六尘，即不能有。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。以中元尘，各归散灭，毕竟无有原心可见。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幻心灭故，幻心亦灭；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；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；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比如魔镜，过尽免现。善男子，当知身心皆为幻故，故常应灭十方清净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摩尼宝珠，应以五色随风各现。诸愚痴者，见彼摩尼实有五色。善男子，缘觉见性，现于身心，随类各应。彼愚痴者，说净缘觉，实有如是，身心自相，亦复如是。由此不能远离幻化，是故我说身心幻故，对离幻故，说明菩萨。故今对敌，即无对故及说明者。善男子，
此菩萨及未世众生，正得诸幻灭影相故，逆时并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各所显法，各缘名故，显心清净，心清净故，见定清净，见清净故，眼睛清净，睛清净故，眼色清净，色清净故，闻定清净，闻清净故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耳色清净，色清净故，觉定清净。如是乃至彼邪心意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根清净故，色定清净，色清净故，声定清净，香味触法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六定清净故，地大清净，地清净故，水大清净，火大、风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四大清净故，12处18界，25有清净，彼清净故，16事无所谓，事无爱智，佛18不共法，37助道品清净，如是乃至84000陀罗尼门，一切清净。善男子，一切实相性清净故，一心清净，一心清净故，道心清净，道心清净故，如是乃至十方众生愿觉清净。善男子，一世界清净故，道世界清净，道世界清净故，如是乃至尽于虚空，远离三世，一切平等清净不动。善男子，虚空如是平等不动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，四大不动故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。如是乃至84000陀罗尼门平等不动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。善男子，觉性圆满清净不动，圆无际故，当知六根遍满法界，根遍满故，当知六尘遍满法界，尘遍满故，当知四大遍满法界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。善男子，由彼妙觉性遍满故，根性、尘性无坏无杂，根尘无坏故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，如白清定光照于一色，其光遍满无坏无杂。善男子，觉成就故，当知菩萨不于法縛，不求法脱，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不敬持戒，不争非尽，不重求识，不轻初学。何以故？一切觉故，比如眼光晓了前景，其光圆满，得无真爱。何以故？光体无离，无真爱故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未世众生，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以此无修亦无成就，圆觉普照，寂灭无离，于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，不即不离，无縛无脱。殊知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善男子，如昨梦故，当知生死即于涅槃，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。其所证者，无得无失，无处无舍。其能者证者，无作无止，无临无灭。于此境中，
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。亦无证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善男子，比诸菩萨如是修行，如是占处，如是思维，如是主持，如是方便，如是开悟，如是实法，亦不迷问。你是世尊欲中选出于理说记言，普眼念动地，一切诸众生，身心皆如幻，心上属四大，心性归六尘，四大体各离。虽为好学者，如是渐修行，一切悉清净，不动遍法界，无作指人灭，亦无能证者。一切佛世界，犹如虚空花，三世悉平等，毕竟无来去。初发心菩萨及未世众生，欲求入佛道，应如是修习。